所有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夫妻來了》，我係 Rita 林妙婷。今日啊 ，Rita 非常強，因為現場準備動這樣嘅產法，你有聽過產法麼？也係講你是用買過產法，也係你自己曉得做產法。今日邀請到節目當中來嘅產法欣賞，哇，佢嘅作品實在非常豐富，當精彩當正哦。實實來分享陳玉寬先生 ，Hello 先生好。大家好，我係陳玉寬，今晡日同歡喜做嚟嚟參加呢隻節目。哇，先生，你一門好好，你嘅安尼面容吼，就會發光嘅感覺，因為你戴嘅髮吼當起身呢，你條絲有搭皮吼，我咩人搭皮嘅，你可能安尼係桃紅色嘅髮嘅吼，當太風當富貴，當像苗蛋安尼係冇？苗蛋係冇？OK， 就當太綠嘅髮，當種茶髮呀係冇嘅。係，你做係茶髮。啊，茶髮。係，你做茶髮。你桃紅色係你客家人喜歡的顏色。係。哎呦，當奇妙吼，應該你嘅族群有佢自家無共樣嘅文化吼，就有佢自家特別嘅色水啊、花嘅樣式啊。今日節目當中要同大家嚟紹嘅產法，你係本人談到產法，咁可能會想哇，有嘢結婚，有當快樂嘅事情。韓國 Rita 本期就名啊，就有佢係。另外一種嘅用心法，因為佢做好以後實在這樣擺地街啊！哈，當然今日現場盡量同大家來看作品，先生最近最滿意嘅作品，我同大家好好嚟紹介一下。竟然係啲亞威，因為嗱去展覽咧係嘛哈，歡迎大家去到現場看展覽。我今日節目當中先來看一下哈，也係曲髮，當紅人唔講啊做。曲髮人家看當種真呢，要當難做，因為曲髮它的花瓣非常多哎。對，那一朵花就要67片的紙片去纏。哇，67片。67片，你有算過？你真嘅算過啊，真嘅算過。它是單數哦。係單數，我要就襯底部一片，襯底部成一片，旁邊做經緯練出來。哦。佢先生你做安尼吼，比如講，你請滿意呀，你做一類髮要幾久嘅時間？佢要做迄個可能至少5-6年咯。冇水冇就要做5-6年。有啦，水冇啦。算來也係動式手工嘅東西，完全手工。我差唔多1日吼，8鐘頭歌就冇法度個做咧，我做到會煩。做8點鐘哦。係8點鐘就差唔多咧。挺久啊！你上班8點鐘要擋唔掉啊，行到去上班，行到去偏手，行到用，嗰你木做一件看嘛，嗰樹一件聽通，你是要非常專注。就係講唔係產出來嘅品質，唔係要求去物嘅，係一個一個，或者一個專注去看見。安尼哦，就是會產到行啊輕，行啊慢冇。就會講天天的安尼，產到一種金屬片安尼，冇線感。冇線感意思講纏得很密，一片。空哎。對，你要是線感，你會看到一條線一條線。係啊，一條線，還要纏到幾片種金屬片。哇塞，都要求之高哦。安尼怎會講？安尼怎會講？吼，安尼這樣大家怎會喜歡中意，展現唔嘅安尼完美嘅主意、完美嘅作品嘅無？嗰人一擺佢帶來也係曲髮，韓國有玫瑰髮，咩係最近最滿意嘅。玫瑰髮有冇共樣？它的花瓣也是很多，可是花型完全冇共樣。玫瑰髮做韓包嘛，然後韓包嘅玫瑰髮最漂亮，所以。啲產品做韓包嘅產品做落嚟有滿意嘅，係就像吼，你照片裡邊度，真人當中真嘅咧，係你合作開始開始開發開的，有新開嘅玫瑰花，還不夠滿意，還繼續開發，就按呢創作就按呢，真人講藝術家吼，做得展現一家嘅理想，就係輕快樂嘅事情，要做到滿意，就唔會咁艱苦。啲先生係非常好奇嗬，加上新來要曲髮同玫瑰花，因為每一種嘅花佢嘅形態冇共樣，跟住之間，我哋講從畫圖。
做自办的，要限制哈自行的，讲个产法完全自家来做，竟然我安会画图喏，你做到按冲喏。我就好像也有这个天分，会画这个图啦。嘿，啊，过来就会讲去大自然去拍照，像去曲法，为了要做了曲法，就走个士林官邸菊花展的时候，所以董英珍一个，嘿，董英珍搭雷讲的做去翕做了，这样开始这相片特别都给发个形态，嘿，这样去慢慢的去做出来。我所做一个创作吼，你的田野调查董中优，你要去观察、分析、整理、归纳以后，将编种一个作品来实现出来。嘿嘿嘿。哇，实在无简单，咁你最近有冇最有挑战嘅？最有挑战的嘿。最近做到唔错，轻难啊，懂得突破嘅係嘛嘅？玫瑰花。玫瑰花。嘿，因為佢像講，字誒有會天硬，有會天軟，你做拄好。啊！你哈無法度本佢綻放，就會個字嘅字特性，我聽樣啊，嘿，還蠻掌握好，就開出來慢慢講。哇！安尼反而開出來慢講，就會因為還蠻尋到最好嘅材質。係字形，還有紙材料。每個人都字形啊？就紙形啊。紙的形狀。像有的會畫吼，像嗰個木棉花。個陸風看到佢多跌得下來就嚴重去，凍漿，就開始攏去拆解。哦，一隻花瓣，一個花心，整個拆，就後來突然發現它100多隻的花心，它加個組合，好用嘅組合，把花瓣300塊，就直接描下來，描下來之後就這樣個畫花嘅技巧，開始在方格紙畫。然後就把紙形慢慢弄出來，那試產出來像不像？哦，還要按呢哈，要緊吃啱，緊吃嘿，某腔不好產不上去，或產出來不像，就冇的，過一百。安尼實在無簡單呢。係，安尼真有挑戰性。係啊，嗰個產法其實對客家來講，也係一個輕重要嘅工藝，嗬，一雖然係傳統嘅手工藝哦。係，呢個傳統工藝。呢個傳統啊，嗬。對客家來講，記得咩有啊？就按到春仔花。係春仔花。對記得來講咩動重要呢？係啊。結婚一樣嘅，啲先生同人嚟紹介一下，客家嘅產法嗬，某個時節聽說愛帶起來，愛使用。客家人嘅產法吼，較無帶到人嘅身上，較無帶身上，佢敢若一種嗰個髮簪。髮簪就係安尼，比如講一下頭拿毛燙起來，就抄一個產法。一個以前唔係全部有包頭。哦，幾種？係幾包頭安尼插上去，嘅髮簪。你客家人掠下收藏家樹松杯就敢若嗰種嘅，頭拿當嘅就嘅係。啊，福隆人吼，佢做掠嗰個春仔花嘛，掠春仔花叫做喜慶宴會。啊，做後事的時節，到快樂時節就插定安尼講。給做喪事吼，佢咩有用哦。啊，真嘅。有人講人家來拿個有的人做喪事會普渡，好，你拿東西來，你要拜，你要一縷髮。啊，真嘅哦。係。愛縫色嘅嘛？愛縫色咧，給喪事也有用，所以婚喪喜慶全部愛用到。係好容易全部有用到。唔過像你結婚咁蠻好，啊你下了類嗰個婆婆花，哦，假洋花，假洋花，唔講叫鹿嘅，你一隻鹿嘅啲咧，鹿嘅，真係做到手工當腰咧。有看到鹿嘅冇？有槍嘛嚇，有一隻烏龜，哎呦！福祿雙收，哇塞！你也係真件指甲案呢，也係真件做案呢。真件做係案呢。哎呦，也係好呢。係，我記得送同我兩隻，我攞菊花。係。給菊花咧。萬壽無疆。他的意思說，這一舉定了。哎呀，不可以後悔。你也結婚就結了，總唔得講冇哎呦。係啊係，所以他有加。各種嘅東西有給他意思啦，吼，你喺嗰個假洋嘅法，吼，假洋法，你喺嗰形容嘅阿妹，吼，康乃馨，哎呀，康乃馨，係就形容嘅媽媽佢帶嘅，給他你要做，你喺嗰康乃馨嘅花都開
较低，一看就低嘛。那双倍含有了那官帽，好，给做那个戴上去就会升官发财。哎呀，双倍了戴金又要救哈，救的戴金长长久久。哇塞！大用最有加个含义在。故说先生，亚的法，譬如讲，我戴亚的康乃馨妈妈法，就对我是形容嘅妈妈；我戴假用法，我就对我是形容嘅媽媽。故說亞比如身份，安尼嘅意涵。係啊，那像那形容戴的嘛，形容戴了做那石榴。哎呀，这多子多孙啊！他一共就地嘛哈，那两片咩那菊花。啊，咩迄菊花就定局了。挺 Q 嘅，哎呀，當精彩呢！大家今日看到產發係沒有冇共用嘅顏色，之後有醬又有含義，係多精彩。等下多陣嚟繼續談，玉坤先生同大家來分享哦。所有好朋友，轉到呼吸來咧，我係 Rita Lim 玉天。今日節目當中，來到大家介紹客家嘅產法哦。產法先生是玉坤先生佢當多嘅作品。喺節目當中，俾本大家兩認識產法做得應用啲內搭為呢。再次嚟歡迎先生，先生好，先生好。大家好，我係玉坤。家頭前先生同人介紹下，就係假用嘅帶物嘅法，形容嘅帶物嘅法，形容嘅媽媽帶物嘅法，也係好老嘅春夏會錯冇？客家就較應講用誒，較無安尼帶去身上安尼氣勢嘅東西係冇。錯，你大家你下收藏家數雙倍嘅東西，就會給神作兩片，安尼拜神，好兩片不用嘅鮮花，安尼用客家長花去取代嘅鮮花，所以我哋客家貢花。客家貢花嗬，也譬如準備圖上，也上來係因為左右也係一堆嘅啦。好壓嘅一片，高壓嘅係一片，係非常好奇，係啊，安尼就會人家講嘅就會用生活嘅概念嘛。係錯，要做得一個皮色水，佢真件用久就唔會壞咧，因為金娜娜嘅。所以睇下看到嘅春夏花，佢就會紅色帶金嘛。係。不過你下看人哋客家嘅貢花，嘛個色都有。真件咧？係啊，用安尼。人哋切家我喜歡什麼色，我就去搭配它，好做的馬個色都有，馬個形嘅都有。就種人真件買真件嘅花誒，做開有變化，千變萬化，所以你客家人嘅藝術氣息是夠的。啊，先生係好奇嗬，喺講做嘢客家嘅講法，佢咁要講。一天去乜嘅花，一天去茶花，也一天去蘭花，一天去臘八花，一天去乜嘅花有冇？你做喺我一開始接觸客家貢花，吼，我個做阿婆也冇留下來，啊就看個照片上背嘅吼，啊有一擺做喺許多嘅收藏家嘅要去看，唔過我真係一看，我咪就想佢到底係乜嘅花，啊都唔識佢乜嘅花，好唔過佢。醬加色醬加芡醬，我唔該放眼啲，我做做加芡，做我翕下來嘅花，然後你畫下來去做你做到共用，唔過眼啲見乜嘅花。唔過你下做去上課嘛，吼，同個學生大家就開始討論，啊講我真見唔啲叫乜嘅花，結果我學生就去請個茶花嘅照片我來看，結果個茶花照片攏係啲客家貢花吼，對嘅多呢。正經唔講壓出去茶花，係正經對有個芡花芡。誒，你個茶花有青島嘅品種，裡面有青島嘅芡。結果啊，就突然發現，原來你嘅以前嘅阿媽啦、阿婆啦，吼，佢哋產嘅係茶花。哦，係茶花，你要漸漸嘅入嘅啊。係，佢特別有啲細花啦。啊，有啲工藝師佢唔知按那個過程。佢會變到牡丹啦，變到玫瑰咯，我講無槍不倫不類，也係創意特別啊！嗬，不過係喺有啲嘅傳統嘅美食同留下來，因為可能客家莊我們前就會種到茶花、桂花、還有玉蘭，也都係白色香香嘅花。哦，係啊。
客家人吼，讲正经观察到了哈，你较黑的迄个那么个桃红色，你较黑两种的颜色，佮较搭配，较有衬风，不过含迄桃红色，嘿，就不过茶花，你真的去观察它，佮咩桃红色较多，嘿，就做。你客家人的颜色，哦，特别嘅颜色哈。除咗人家講到花產花唔單搶咗啲產花，聽聽，還做啲產有昆蟲啦，還有動物啦，全做啲咯。先生係現場要帶來嗬，也嘅係也嘅啊，也咩當中也還有你哋講農業嘅係冇？農業係嘛？農業啊，用米嘅，用米嘅，你講用米嘅，錯，嘿，有昆蟲類嘅，係啊，嘿。掠个蝴蝶吼，做个客家贡花，其實就是吉祥地不度吼，佢咩有蝴蝶？你講也咩有也嘅？有啊，不用，跟那2隻啊3隻也嘅啲人情況。也係嘛？錯。哎呀，嘿。我哋上迄照以前人收藏的，直接復刻出來的。哦，也做係頭擺嘅用法。係啊，直接復刻加個形，加個花幾朵，那個也個幾多雜，全部做加個去做。哇！係啊，做上個本太加去塑飾，你做起嘅東西係嘛個，就完全做加去做的。哦，我發到也係唔自家新創的呢。免啊，復刻出來的。哎呦，一堆做好一堆就復刻出來。你講佢一量冇共用哦。係，個髮型亦都係冇共用。係，也做傳統嘅美食。也做傳統嘅東西。哦，古時候也個就講福氣啊，蝴蝶咩，就有福氣嘅感覺。底部都沒有雕嘅，沒有烏龜，哦，也個咧動物啲底部都。也就動物就講到有幾個象徵，古嘢就係松樹。松樹嘛。啊，也個福氣。係雕嘅做紅鳥，大紅鳥。哦，展翅。係大紅鳥，係前途啦，什麼係。古時候人家，比如講用米嘅還有個木竹，佢嘅身體也都會，佢有一個毛海。係毛海，即係做喺學教學幹嘛啦？本學生啊，亦都會興趣好高，去教佢哋做嘅啦。今日同好奇先生係哪一個嗬？好，你看哦，我做有毛海嗬。哦，做喺當場，因為有毛海家先生講，你做產花，嗰幾個夾嘅嗬。伊個夾嘅也係乜嘅啊？係鐵線嘅，有鐵線嘅那種。哦，安尼雜，個安尼纏呢？你做過一種油，你看呀，碰嘅根本就係嚴強下，你是要這樣子穿過去，再拉過來，穿過去再拉過來，安尼。哦，也沒有，你說纏的時候嗎？係啊，全部纏好，這樣塑形係嘛？去組合，纏好這樣組合。嗰幾呀又有金色嘅線，跟人愛個纏上去嘅，紅色纏好，真個配上去嘅。哦，安尼選嚟係帶金嗎？嘅冇選，又唔係帶金要搶嘅，帶金要搶叫什麼一點一點嘅。哦，來本睇下看一下嘛，咪有攞帶金嗬，帶金係乜解哦？帶金是安樣嘅，先生講安樣呀？帶金冇一天都金色嘛。哦，你客家人較冇愛金色，愛原色。原色，係圓角，圓角。唔好忘記係圓角咁樣嘅。因為我還有教學，所以我有觀察。哦，客家人較愛嘅色係乜嘅色，好多人較愛嘅色係乜嘅色，拄好。係唔係相反？我做客家人後當中較低調、較樸實嘅色水。係，就是桃紅色加銀色，好容易動下動起色，大紅、大綠，大金，安尼感覺。是。哦，佢先生今日特別喺現場，咩愛為大家來示範嚇，乜嘅很多帶金，因為家大家看到嗬，先生一篇做唔怕同大家嚟講，因為人講到嗬，也係用紙畫下來、剪下來，哦，當初先生也係有拿紙係冇？係你下做係嗬，我攞紙型啦。哦，好，我哋要先攞紙誒剪到，我哋要纏呢個形吼，從兩片合起來，就一片的葉嘅。哦，葉嘅。葉嘅兩片合起來做葉嘅，我哋要纏，然後先拿啲文化線，好文化線，啊，鐵線呢？線都先纏到鐵線嘅上邊。哦，鐵線嘅目的係後面要塑形。做好了後啊，嗰個形狀，你要比較生動啲嘅嗬，就靠鐵線嘅去
给它形啊调整出来哈。古时候你要同线呢，先缠铁线呢，线的成固定到铁线的上边，哦，这样的同字诶叠上来，并上来，好，这样同字诶开始缠起来，字诶同铁线的向下缠向下，嘿，铁线的对那个字诶后背，铁线的并个字诶后背，对啊。古时候形上，你给铁线呢，就是它只是在这个纸的有点像中心点做一个支撑的骨架，安尼嘛。嘿，啊，你缝线缠差不多1个咧吼，半公分，人家金线就要并上去咧。要带金吼，要做带金呢。嘿，带金线就要并上去。好，你还用金线什么个材料啊？很多金箔纸。哦。就去文具店买金箔纸，就做的啊，就摕迄个。还是哦，古时候安尼并安尼，哦，金色而也系原色嘅，就开始缠。金色也系原色啦，吼，我买买因为买个绿色啊、蓝色啊、桃红色啊，全部有，就会剪到像条纸条诶。要出一种嘅色纸嘛，系嘛？金箔纸啊，金箔纸哦，嗰叫冇叫我色水嘅金箔纸。像我哋一缠差唔多啊，就那翘起来。哈？好，翻起来，嘿，先拿缠我给它下背。啊，爱啲耶！安尼几个色水就会走出来，唔会本身的缠度。唔会本身的缠度，吼，你下差唔多有缠下0的吼，就那合作上去，开始先个缠上去，了一只带金就出来了。哦，本镜头就可以哈，挨个带金完成就出来了。可能带一片叶呗吼，你带金带几多下，你这个带2下、3下、4下、5下，全部缠的人看喜欢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啦，吼，某一天啦。先生，古说安尼做带金的时间吼，其实你要计算几个冲突，来不用几多扎，在画设计图的时间，咁起就会留几设计好诶。像我哋下我带3张吼，来带一个怎么讲，就是说。对我来讲，露宿嘞哈，差不看啊，就底，你看那一种新生呐哈，你根本就唔是看呐，都开始学个人吼啊，对我哋讲讲无平均哈，就拿个铅笔呀，画一下你这个记号做一下，安尼较好呢，嘿，记号做一下，这样唔会猥琐吼。用品做嚟做去安尼无共用嘿。哦，古时候迄讲上的带金就系完全自家搭批出做的，我想要做什么，想要带金都可以。全部做的，像你去看早期嘅收藏品，佢有嘅讲花规箱全部带金带到法拉比包，啊有嘅叫做一片都冇，系主要看嘅做人嘅喜好，系做人嘅喜好。古时做嘢吼，要动到个发挥嘅空间，本来个做得照自家嘅心意来创作出你中意嘅法式法用哦，吼，天地先生含技术来做吼，大家聊一下技术多咗来看先生动多嘅作品哦。好。欢迎所有好朋友转到复习来咧，我系瑞婷玉天。今日喺节目当中，你穷下来学餐法哈，其实冇咁简单。头先看到线上呢，佢做工當然按檢餐還有技巧哦。咁講啊，知道咧傳統嘅手藝，天才撈佢保存下來，韓國人來認識按匠嘅手工藝。再次歡迎玉坤先生，先生好。先生啊，看到你按你做嘅事情啊，這種真當有耐心呢。係啊，嘅 Rita 出嚟搶到先生啊，入面節目嗬，就透過 Rita 快問快答啊嗬，你不用講上來回答就好。Titi 係上海海南人生你，我第一個你是理工女，你有冇嚟做安尼藝術啊？安尼較無共用思路嘅創作？就細細嗬，我卡度嘅家庭代工，就會做藤編哦，所以對安尼東西嗬，還是有點興趣的啊。對數工吼無共嘅感情，係好，嗰個後來就正經來做啊。後來就退休咧。
退休做上工，唔适合过的东西做就学。你好出爱做的咩？做啲书档不会看到，你有安讲的客家传统工艺，结果我唔识记。安尼样做的，听到你学起来不太敢说是。系啊。一开始正经的味道，安尼开始学的。就开始调业超过10年呢。差唔多10年。哇，懂好懂好。好，继续下来啊，来了解先生哦。请问先生，知道你看过安道嘅车份，咩做安道好？某个车份最早的象征嘅神法。神法。做的象征好嘞啦。哦，係咪哦？你知道某个车份同最早台北？一开始吼啊，你他讲人嘅东西，嘅把那同花嘛，吼，就开始要去做较东西较抢得的东西。不过等下开始做供花过后，我讲我对下茶花我越来越有兴趣。你说茶花较抢唔系嘛？哇，优雅、高贵、富贵安尼系嘛？不过给它变化庆斗。嘿嘿，给它品种庆斗。那有糖豆哦，你好变化哦，不喜欢这个一成不变。不喜欢。哦，喜欢挑战。对。好冒险。嘿。有意思哈。给请问先生做安尼产法，要用动到无用嘅纸、线呢？好，做无用嘅材料，有用购买嘅，你知道当贴片最贴片嘅材料嘛？按样讲吼，做迄你汉眼来想要同我产法的作品做较讲，也较满意，做安那包边线。哦，包边线。那包边线呢，一条线要除做细骨，啊，一条线要除做细骨，这样来产。你意思讲，你这家线咧买了，还要再个加工哦？要个加工，这样来产，佢产出来你还对我来讲最满意。现场有冇嘅係用安尼嘅包边线嘛？人面前嘅蝴蝶啦，吼，也係嘅毛蟹啦，吼，全部係包边，我加光泽度拉強，色又多，清大眼，清大眼哦，大眼啊大眼，大眼，本人就會當吸引人。大家看到就感覺你按講。係啊，你哈，古時也唔也知道最貼切嘅，佢你係先生啊。係講將來我要當新手來學嘅話，亞種線咧，聽說係當難嘅。做唔得，一定要拿了文化線。做唔得。像咧吼，一捆10個橋嘅，12橋13橋，啊學生嘅拿來學吼，佢你一條粗要粗口的幼嘅輕幼嘅條，再慢慢的去產。啊，你安尼線又較唔會斷，又較唔會起毛球。較會成功就錯咧。學生嘅產起來，這樣唔會講，我唔會做咧。像啲包邊線吼，學生嘅產啦都喺旁邊，我唔會咧，所以你下睇下青島人係你佢用啲啊。哦，較有成就感。較有成就感。哦，了解。對我來講，我感覺較冇按講。哎呀，以後安尼節水當公量嘅。嘅先生，請問你自家做產法有哪一道嘅堅持？我堅持做伙，我想要同品質做去了。本人看唔出來咧，係現產出來嘅，跟那一片金屬片啊，啲光澤，完全看唔出來係產法，完全看唔出來係產出來嘅東西做作品啊。像我哋做個展覽吼，有一個大姐妹們就拿書刮看，哎呦，做唔得呢，做唔得啦，唔過佢就懂好奇講你係乜嘅東西。真嘅，我們展覽品不是不可以親近它，你做得有目足看咩？做係安尼啊！哦，啊，表示講要成功咧，做到動槍，如果搶件買轉去，冇做嚟買。真嘅，講到重點嗬，殺下嚟哦，有人講嗬，先生做自家做嘅產法咯，配上有乜嘅無共用嘅素材，你自己的特色係乜嘢？我的特色就是要做金針花就要像金針花，做埋槍嘛嘅，係槍咧有得嘅老師佢做出來做那做起吼，做了花蕊呀，現成的嘅買來嘅花心，做那做一類花。不過每項都愛觀察，應該會按呢。哦，應該會按呢。你的擬真度要99.9%了。是啊，所以我們就特別去設計去想做按呢嘅東西，這樣來教學生嘅。
其实往正经的竞争化。哎呦，了解，有人坚持。先生唔敢讲吼，你冇做来卖，所以你嘅作品係本有演员嘅，只送不卖的意思哦。也不是，都还在家里。哎呦，全部也生意咧。做像头发讲的吼，较无会做重复的东西，所以当样东西就一样。每一个都是这个全球限量，只有一个。除非讲有乜嘅活动，拜托我做到嘅，叫我送本长官里头嘅。哦，手油。整个长会去做到嘅出来。佢先生安尼累积作品都也下有几多种诶？不过正经无拉到啦，因为我有都会逐边去做。所以两样东西同时做吼，做全部无拉到。哇！欣赏上爱有无穷的东西，全部就做过一摆啊！但欣赏见讲教学的时节，学生係用诶，做运动用心的推广呢？做迄对我来讲，我感觉我责任感，我嘅使命感，做迄一屯安尼客家嘅产法，其实袂太家己。传承下去，推广出去。唔好讲太家干那伫春拉花，唔伫安尼客家有个较强的宪法、修宪法。先生也看到相片吼，可能教的学生的吼，有几多位阿公阿婆头脑冇拍拍嘅，还有嘅声音呢，年纪轻细全部有呢。係，唔過安尼攞尾教啊，有會發現吼，細人呢有嘅佢做嘅吼，比他人較強。啊，慢慢嚟做，佢有趣味嘅人，佢慢慢嚟做，佢做出來比他人較強。生嘅哦，因為佢嘅想象力，然後佢嘅術很靈巧，較靈巧，就正經要有興趣啦。啊，真有興趣是錯嘅吼。佢說先生也當用心都做推廣吼，希望大家做得嚟認識一項人客家東江嘅文化。咩算嚟係台灣啊、韓國？好多族群佢哋春亞會，客家係產法，就東江。佢我有注意到，今日帶來現場哦，還有先生嘅作品，也嘅台灣山羊、台灣藍雀，佢起得也嘅做嘅邊嘅韓國也嘅係梅花係嘛？梅花。你種的也嘅竹編的這個。小花器底度，也全部歸頭，全部嘢作品。嗰時先生有做產法，韓國有做竹編，嗰兩種係完全無相嘅東西吧？啊，唔過佢搭配起來，看。當家。對。但係唔嘅樹動厲害，因為係啲講鋪竹嘅、做竹嘅吼，佢會刮到樹，韓國樹吼會變到較粗。唔講係可能做產法也先動有，嘅樹係講粗，就會同樣先刮花鐵啦。係啊，所以我要做產法，掠產味要做產法，我樹做去保養，樹做保養，買個護手霜啦，也係講嘅粗嘅皮做拿嘅銼刀銼。攞鐵，攞到佢順嘅，像我掠下那細喎，然後買個一定要粒樹落去，化學品絕對不碰。哦，也咩搞太家來保養人嘅樹哦。正經咧，吃過1年吼，化學品啊、洗碗巾，樹落去來洗吼，1年就冇脫皮。哎呀，好起來啊！正經。嗰時先生同意而嘅藝術創作吼，無論係竹編也係產法吼，所以希望同樣嘅做得結合起來，推廣俾大家。係啊。哇！竹編掠下嘅竹山嘅老師按多咧啦，感覺佢唔免挨重心啦。而家貼起出來做產法。係做，你像做起安尼按到憲法修憲法，掠下太家按到共產法，不過安尼做按到憲法修憲法，係做想份太家啲個安尼嘅東西。了解。個較強。了解。個清明嘅時候同大家紹介下，先生要不有展覽哦，請先生嚟紹介一下。掠下做到5月14號，呢個總演大學，吼，嘅藝術中心有展覽啦，做迄個產法輪竹編腔下啲嘅。哇！啊，工坊吼，台灣嘅對啊，做啲嘅新木嘅環境教育局啲嗰度，有幫我嘅。大家做得好，我行去看，記得你嘅書唔是戲名哦，拜託。今日非常感謝先生來分享到修憲法，你再講產法，客家嘅產法，感謝先生用心來推廣，安子生。什麼？
感謝所有嘅朋友今日來收看福氣來了，小幾多安講嘅客家繡線花、產花係每次都非常精彩呢，希望大家嘅收看，有請大家等下繼續聽您欣賞來做運動，希望大家上來了。喜歡福氣來嚟節目嘅朋友，記得來你傾贊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，韓國愛分享出去哦，希望大家。